小月，不对，大少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先带回去，赶紧叫医生过来。是。警方，你把小月怎么样了？你把小月怎么样了？放了她！好看的，记得就好。她刚从楼上摔下来，你还要闹吗？带二少爷回府。是。走吧，二少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赶到的时候，他就从窗口跳了下去，撞到了头，晕了过去。他自己跳下去的？对，我一到他就跳下去了。秦继凤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没闹够吧？小月，小月，你醒了。嘉浩，你怎么样？梁伯伯，梁伯母，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你是谁啊？小月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有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那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我收到了父亲的死讯，然后我就买了最近的一张船票回来，再然后就记不起来了。我爹呢？我爹他真的出事了吗？小月，我得去找他。想不起来就不想了，没事的，有我呢。不要想了。这是失忆了呀！哎呀，可怎么办呀？欧阳小姐看起来的确是失忆了，可能是由于遭受过严重的精神刺激，还有脑部的创伤。你不是喜欢玫瑰吗？什么时候种起雏菊了？玫瑰有刺，不是人人都能养的，不像雏菊天真淡雅，宜室宜家。你说对吧，大哥？你叫我什么？你是我未婚夫的哥哥，我理应叫你一声大哥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应该记得什么？你应该记得什么？你应该记得欧阳老爷是被谁害死的，而你现在要嫁给一个杀父仇人的儿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小月，你什么都记得，对吧？我是你弟弟的未婚妻，还请大哥自重。
老爷，您怀疑欧阳小姐是假装失忆？这样，你帮我去约一个老朋友。是。我来吧。小月，小月，你身体刚恢复，多喝点汤。谢谢。哎，嘉浩，你这里有点脏。月儿，以后啊，你可得帮我多照顾着点嘉浩，他呀都被我宠坏了，长不大。伯母，您客气了，我和嘉浩马上就是夫妻了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对了，月儿，你那个二叔啊，至今还没有进欧阳家的祠堂。现在欧阳家只剩你一个人了，要不要让他进祠堂，这事儿还得由你做主啊。二叔的事，嘉浩都跟我说了，毕竟是我二叔，改日找个时间将他迎回祠堂吧。月儿还真是大度啊。我们家月儿就是心肠好，以后进了我们督军府，月儿呀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，我们嘉浩呀也不会让月儿受半点委屈。你们两兄弟今天下午帮我去银行办点事儿。是父亲。是父亲。月儿就留在家里吧。我约了个熟人，他们家呢也是做航运生意的。你想要重振洋行，就要依托一些关系。梁伯伯费心了。吃饭。梁伯伯说，先生家里也是做航运生意的，特地让我来请教。欧阳小姐，好久不见。
梁伯伯。梁伯伯，梁伯伯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，我一进来他就，父亲，这个人确实在强暴小月，小月也是为了保住督军府的名声。哎，都怪梁伯伯不好，还没有调查清楚情况，就让人进来了，让月儿受委屈了。来，不怕啊，把枪给我。没关系，像这样的人，死了便死了，这叫罪有应得。你做得很好，风儿。先把月儿带回房间，再吩咐下人给她炖点补品，好好养养身子。是，走吧。走。小心。你刚刚叫的是家浩。我今天没出现，你不想知道我去哪儿了？没兴趣。今天家里来的人是刘小能。刘小能？对啊，人在哪？死了。死了？他要侮辱小月，小月开枪给他杀了。什么？对啊。你不是要保护小月吗？小月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？你做过什么，小月忘记了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小月的事，以后少管。老爷，刘公子的后事已经安置妥当。老爷，依您看，欧阳小姐是真的失忆了吗？她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如若面对想要侵犯自己的人，还能保持镇定，不露马脚，要么就是心机太深，要么就是真的失忆了。
可是，欧阳小姐亲手杀了他。爹，就算怀疑小月，也不该这样试探她，太危险了。大吼大叫的，你是要造反吗？小月受了重伤，医生也说她真的失忆了。爹，不该再怀疑她了。你怎么确定他们要骗你？我用命保证，小月绝不会骗我。罢了，明日就办订婚宴，大家都安心点儿。多谢父亲。得让人赶紧把小月送走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小月父亲根本不是欧阳山海杀的，是你，是我，赶紧把他娶过门。我要的是举父养好的航运权。月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风儿，你的戏也该演完了吧？我杀了你！我约了个熟人，他们家呢也是做贸易生意的。今天我们进到督军府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！来吧！小月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怎么不开心？大哥何出此言？我要嫁的是我的青梅竹马，是从小钟情于我的督军之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小月，准备好了吗？客人们到了，我们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也是我家，去哪还要跟你汇报吗？小月，今天真漂亮，这个衣服也格外好看。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，这身衣服也是我提前好久去定做的，不会给督军府丢脸。我们走吧。你够了！你以为弄脏小月的礼服，我们就没法订婚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个就好像过期了，你闻闻。幼稚！算了，现在洗衣服也来不及了。我在成衣铺还有件现成的礼服，我们去取吧，不会耽误订婚的。我陪你去。二少爷，老爷让你下去，客人们陆续都到了。没事儿，你先去吧，我自己去取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快去快回。我们走吧。龙翔成衣铺。我们这是去哪儿？这不是去成衣铺的路。这是去码头的路。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
放我下车！万华，我先过去一下。老爷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开始？嘉浩在等月儿呢。嘉浩，嘉浩，爹，月儿呢？小月去取衣服了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。那还不赶快打电话去问问？这个点儿，船应该开了。欧阳小姐还在吗？什么？小月没来过？你把小月藏哪儿了？你自己的新娘你看不住，人不见了，你问我要人了？你打的什么主意？自己心里清楚。哼。哎，看来今天的喜酒是喝不成了。你慢慢发疯，我回去睡觉。别走！小月有个三长两短，要你的命！什么？大庭广众的，不嫌丢人吗？爹，小月不见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儿子，别着急啊。整个红城都知道，她是我们督军府的儿媳，谁敢对她下手呢？老爷，要不派人去找找？李副官，有。传令下去，封锁红城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月儿。是。还不去？小月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打电话给成衣铺，他们说你没去过，我担心你出事。我走到半路上，想起家里还有件礼服，是母亲当年订婚穿过的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想穿这件更隆重些。梁伯伯、梁伯母，回家拿了件衣服，抱歉让大家担心了。今天是我很重要的日子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破坏的。没事就好。对对对，没事就好，赶紧准备准备，宴会马上就开始了。啊，嘉浩，我先上去补点妆，一会儿就下来。快去吧。去吧。大小姐，老大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乖乖听他的话吧。
停车！秦继峰会为了我好，简直可笑！快停下！老大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领情啊？你以为之前你昏迷是谁给你找的医生？这次他为什么一定要送你离开？欧阳小姐，放开！欧阳小姐，放手！大哥有何指教？为什么不走？我不明白大哥的意思。今天是我订婚的日。和你成，梁家浩，我告诉你，督军府长公子的身份是我的，这婚约也是我的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是你在和我争，我杀了你！这是该呀，咱们也得互相关照。是。家浩，你别打了，家浩！现在不行，快住手！欺负家浩！家浩，你别打了！今天帮你住手！是梁督军的儿子。别打了！就是我。家浩！枪！家浩，你别打了！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